揾到呢啲咁嘅鋪，講俾華哥聽下。評論區留言帶華哥去睇睇，即刻帶你去威尼斯寄牛扒，視頻為證啊！擔電筒都揾唔到啊 ！Hello， 中山三鄉房產15年，大家好，我係華哥啊。今日咧晨早流流嚟到呢條車水馬龍嘅沙灘路，呢條大街人來人往就冇噶啦，車水馬龍啊，隔籬啊，大路邊物超所值嘅一間鋪啊，30零方，30幾萬總價。近期有留意商鋪嘅老友記啊，有福利啊，呢個真係福利嚟噶。咁嘅總價，咁嘅性價比，你有留意嘅話，一聽到呢個咁敏感嘅字眼呢，嗱，真係盲公食湯圓啊，心中有數啊。而家咩環境呢？咁華哥帶你睇一睇啊。嗱，華哥就係企喺呢條街嘅一個中段位置啊，呢個位置位於藍澄灣畔嘅一個沿沙灘路接駁嘅一個大路邊。咁你睇下呢條街嘅鋪有咩特徵嚇？呢條街呢係冇飲食嘅鋪位嘅，咁呢好多啲商家呢係攞嚟做車行啦，一個辦公室啦，同埋工作室啦，同埋自用嘅一個情況。咁咧呢條街佢係唔會水浸嘅，即係天鴿山竹即係打到嚟呢都唔會水浸嘅。咁喺三鄉呢，呢啲鋪呢總價低，第一，第二呢性價比真係超高。收租嘅話30零萬呢可以收到1000蚊到啦，咁啊非常之穩定嘅。呢條大街你睇下，嗱，完全都唔受租嘅啊，極少鋪空出嚟嘅啊。咁一個基本情況啦嚇，華哥留啲神秘感俾你哋，具體邊一間呢？咁你過到嚟如果有興趣嘅話，同華哥現場再睇一睇啊，夾一夾嚇。嗱，各位老友記，鋪又睇完啦，有華哥冇囉嗦啊，講下呢間鋪啊。出條題目考下大家先啊。華哥俾支電筒你，喺三鄉啊，喺呢啲咁嘅大路邊嘅街邊啊，揾一間30零方嘅鋪，間到2層噶，好停車唔水浸啊。揾到呢啲咁嘅鋪，講俾華哥聽下。評論區留言帶華哥去睇睇，即刻帶你去威尼斯寄牛扒，視頻為證啊。擔電筒都揾唔到啊，我同你講。第二個呢條街啊，如果你買嘅話，執靚個門面，打行個廣告，1個月租1500蚊冇問題吧？個回報5厘啊，大哥喺邊度揾啊？如果你攞嚟用啊，如果自己做車行啊，做租車啊，做辦公室、做工作室、做嗰啲小美容啊，攞嚟自己用啊，攞嚟飲茶啊，即係買個鋪嚟飲茶，放茶葉做倉庫啊，呢啲鋪呢可遇就不可求嘅，係嘛？好穩陣嘅呢啲鋪。咁有興趣過嚟睇嘅呢，講俾華哥聽下，華哥帶你現場睇一睇，包你心動啊，好似想飛成勿擾咁啊！記得點讚關注哦。